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永远的结果。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阿姊，上台来开唔开啊？唔会忝啦，错嘞，大山哦。记叫明日先转去啦。哦，给你们先转啦。等一下啦。今晡日有一个人要来俺不卡吃饭哦。嘛事啊？郭老师，要来不卡吃饭哦。对啊，我等一下去你们家吃饭啊。可是我等一下先回宿舍放个东西，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这样我们陪你一起回宿舍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一起去。好，走。师傅，阿婆，师傅，阿婆啊！阿婆啊，唔是都去做乜街啦？哟，伊也免请轻松嘅先生啊，做乜拿炸弹咯？我真心冲去，不过佢唔欺负我，伊上唔欺负我啦。啊？乜嘢来太淡啊？咁冇希望啊来呢？啊？真紧啦，其他一番顾阿明爸妈介，佢都讲好，我妈介佢都讲唔好。今晡日佢还去顾阿明屋企食饭，佢真佢喺翻佢啦。哦，哎呀，香菇的饭又嘛好生咯。是讲遐只香菇嘅先生伫咧做乜街咧？这个也唔想看咧，根本有办法搞秘书，是卖去天数诶。哎呀，肉露出牛骨胎。小啦，爱哈门的事情不重要啊。俺们嘞，郭老师跟嗰两个学生诶都发了同好啊，佢无偏向哪一只学生诶。乱讲，佢喺翻顾阿明，唔信唔讲好我嘅同學，睇下就知啊。爱弟啦，爱弟啦。呀，最近咪冇请去吃饭啦，香菇会请去，你咪请去啊。小啦，你同郭老师讲，讲俺请去吃饭啦。呀嘛干咯，家家都爱拍，听到冇？谢谢苏老师啊，我们家粗茶淡饭的，不知道你吃饱没有？哦，我吃饱了。古先生您坐。哦，你坐，你坐。我没有想到您做菜做的这么好吃哎。哪里？我爸爸很厉害，什么都会。怎么呀？饭斗。你还讲正经嘅啦？你呀、老师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讲客家话，你不会见外吧？不会啊，其实我正在学客家话，你们多讲，我才能多听多学啊。只要常跟孩子们在一起啊，你很快就会讲得很好的。哦，对啊，你那首你也讲讲，现在唱得怎么样了？其实说来惭愧，我一点进步都没有，还是在学。呀，学你嘅先生哦，未系上嚟嘅付法嘅先生哦。
原来他就是你们家里的招财啊。小菜，老先生大姐夫。 Hello， 阿明啊，莫本先生啊，困小花。不会啦，其实啊，小朋友把宠物当成自己的朋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的。郭老师，你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啊？厉害哦！没有啦，其实我现在一般那种简单的客家话我听得懂，可是稍微难一点点我就不行了。常威啊，半夜露台啊，去细神下功课哈。哦，阿明，爱等这嘞。小菜，老先生过安门哦。再见。整天只知道跟猫玩了，这只猫啊也笨得要命了。看见老鼠啊，自己先吓跑了，还要我去放老鼠药，真不知道养这只猫来做什么。哎，老师，喝茶喝茶，好，喝茶。对了，古先生，上次跟您提过那个烘焙厂，你有去问过了吗？我正要谢你这件事情哎，我昨天已经去看过这2家烘焙厂了，人家烘焙这个有机茶啊，果然比较专业。我跟我们家地主啊商量过了，要换到你介绍的厂啊去做烘焙。你的地主？嘿啊，就黑林长寿嘛，也是我们地方的县议员，他租茶地给我们，也有一间制茶厂啊，专门负责制造跟销售。啊，对了，他有个小儿子啊，就是你的学生林志宏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古先生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能够帮上你的忙。你真的帮了一个大忙。像我这样没念过什么书的，只知道土法炼钢。如果像你那么聪明啊，多找一些资讯，我就不会白花时间去走那些冤枉路了。唉，烘焙的事情啊，找到解决办法了。可是销售的部分呢，还挺伤脑筋的。怎么说？我跟林家解除制茶合作，但是以后茶叶贩售的利润呢，要多加2成给他。这样算起来啊，我真的快要血本无归了，只能从自己销售的部分呢，多增加一些收入来补贴。可是现在啊，我的茶叶还是在转型期，连认证都没有通过，差那张认证的标签啊，价钱差很多哎。真不知道还要再让孩子们过多久的苦日子。对不起啊，我话匣子一开啊，就没完没了了。本来要跟你道谢的，却反而抱怨东抱怨西的，是离是离了。来喝茶。好。古先生，我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您推销您的茶叶，你愿意试试看吗？当然想啊。哎，什么方法啊？哦，这网络是怎样？郭老师，看，李老师，我们学校网络是不是常常故障啊？办公室是拨接网路，有时不太稳定。你急着上网啊？是啊，我正在搜寻一些资料哎。这样啊，要不然如果你很急的话，要不要来我家上网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是想说可以帮你的忙。李老师没关系啦，我其实该下载的资料都下载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一点点而已。我倒是要问你说，你周末有没有空？有什么事吗？我需要有人给我一点意见，你可以来吗？要帮什么忙，给什么意见，我也可以帮忙啊。郭老师，你什么事情都找林老师帮忙，有点奇怪哦。哪里奇怪啊？如果你想来的话，我也很欢迎啊。反正人多的话可以集思广益嘛。
那我们就约周末放学之后在校门口见，好不好？要做什么啊？来了就知道了。两位，我去一下图书馆啊，拜拜。到底係乜嘅事情啊？俺也唔知。冇關係，幫次我買去啊。再來，蘇三老你講，我100%嘅懷疑，你咪中意郭老師。伊咧個，我可能係講你冇，係冇家下你叫郭老師去你副教師班，我解釋，佢係因為我喺兩班講，佢係阿叔嘅意思。係乜嘅？這個咪講唔出咯。冇關係，你冇想要講咩有錢你啊。幫次從1號開始，我真是向你顯真，而你又想向他公平競爭，他馬上真係養得過老師嘅心，你知道妞？秀才郎，骑拍马归人童，人童背中韭菜，韭菜花给亲家，亲家门前一口通，赐给你妈把茶。郭老师，你真厉害，已经学会客家歌嘞。没有啦，林老师教我的。对了，马老师，我想问你，这个周末会不会回山上去？没事就回去看看啊。怎么？有事啊？我可能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要帮什么忙啊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爸媽介真會前學，我唔知嘅。阿叔交代我嘅事情，我都冇做，我都冇聽出指縫。我真係唔係好阿姊。謝我啦。阿叔，郭老師事情有乜樣啊？根本人嘅科比教導，我冇機會讀到佢。哎呀，有冇約嘅人就按困難啊？是講嘅啦，阿叔聽我以後出差啦，差唔多1禮拜當轉來啊。我都睇看電電話，約郭老師嘅事情，等我轉來當處理。好。記得同郭老師講，喊佢較照顧人落台。嗯。吧，反正會講就栽咯。好香哦，是什麼味道啊？哇，
哇，是洪老师哎，她今天好漂亮哦。老师好。老师，你今天好漂亮哦。谢谢，老师好。老师，你的香水好香哦。谢谢，老师，你好漂亮哦。谢谢。老师好。好。阿敏，因为喏，迄那伊魔术爽啊。那刚好一片手爱吧。因为一次安用喏，无爱向阿爸突然迄款医生好诶。唔是的啦，已经好了啦。真紧假？毋要遐魔术爽，今晡日就唔会去查验诶。对哦，爱等全部卡。无的啦，今晡日郭老师佮讲，叫我来查验资料呢，我怎无去全部嘞？因为按摩头发喏，无唔先做迄需要诶，迄困一下转过来哦。对不起哦，只能叫小轿车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有车就很好了。王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行李箱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郭老师，今天到底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待会车我开哦。哦，现在要走了吗？还有人没到呢。林老师，马老师、郭老师，你们去借车啊？对啊，我们今天人多，而且我带了一些书啊、电脑的，有车比较方便。人都到齐了，那可以出发啦。还有翁老师呢？我已经闻到他的香水味了，他应该快来了吧？哇，这么多人啊！而且还有车子，该不会我们今天是要去郊游吧？也算是啦。可是你今天的穿着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在我人生的字典里面，没有不适合这3个字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难倒我的。走吧。韭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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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边啊？韭菜，韭菜。韭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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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别弄出溜吧。你勇敢死来了！堂妹，郭云天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到底要干嘛啦？郭老师啊，你找这么多位老师来，该不会给我上课吧？我不需要哎。不是要给您上课，别紧张嘛。我只是请他们来跟你一起聊一聊网络行销的事情。网络行销？古先，这个是其他茶园的网页，他们将自营的茶叶项目啊、贩卖的种类还有价目表都标示得很清楚，所以想要跟他们购买茶叶的人，只要从网络上就可以得到这些详细的资讯。所以郭老师，你是打算帮古先生做一个网页，让他贩卖茶叶？是啊，
其实古先生的茶园有1/3是可以自营贩卖的，如果都有朋友来推销的话，成效其实有限。不如我们就用仿肉来贩卖，一方面成本低，而且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会很可观哦。郭老师的意见不错，我们山上的水果现在有人开始实施网络行销，这么做呢，可以控制货量，利用宅配的服务，可以确保新鲜。比起以前辛苦到山下去兜售，现在可就方便很多了。所以如果古先生愿意的话，我会先请我的朋友去申请架构网站。在那个之前呢，我们会去设计一些吸引消费者的文案，有必要的话还会做一些品牌的包装，这都需要详尽的规划。设计文案我可能没有办法，不过拍些照片倒是可以帮个忙。其实文案的部分，我想林老师应该可以胜任吧。我可以试试看。我会负责包装，还有一些网页的设计。喂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忘了询问翁老师有没有你想要分担的工作。这样好了，等你们设计好之后，我再来负责出钱买茶叶啊。不好意思，这里哪里有厕所啊？翁老师应该推你。什么呢？这个网站哦，这个网站它是一个茶香行的这个加热网页这样的网站，跟所以它会比较不一样，它会先到。汪老师，汪老师，你的脚有没有事啊？怎么可能没事？扭到你没看到，很痛哎。哎呀，干嘛要穿高跟鞋呢？如果你早一点跟我说来这个地方，我就不会来，我更不会扭到脚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可以走路吗？当然不行啊，脚扭到是很痛的。我扶你走啦。那翁老师，你先回去休息好了啦。翁老师，麻烦你先载翁老师回去，我再跟林老师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好啊，汪老师，我扶你。啊，不要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汪老师，等一下。闪啦！哦。郭老师啊，你们刚才讲的什么网络行销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为什么？顾先生，网络行销是一种趋势，我们也觉得对你会有帮助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家连台电视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去买一台新的电脑了，还要学一些有的没的。我年纪一把了，书读的不多，我学不动那些了。我看我还是安心的把茶种好，能卖多少，能赚多少，就交给老天爷替我决定吧。您不要这么宿命论嘛。如果您愿意做一点改变，学习一些新东西，可能可以改善您现状啊。是啊，学电脑并不难，你每天拨一点时间，很快就学会的。别说了，您不用担心我了。你们该回去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今天谢谢你们帮忙哈，茶妹，我们走。老师再见。阿爸，九九给吃到老鼠药，我失言了。脚在痛吗？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刚刚送我回家就好了。韭菜。阿敏，招财一定会没事的，好。韭菜。先生，韭菜你用来无？这个情形吼，是中途长途吼，还一强然后无按好诶，来快点要求拿做一些，过设立后，辗转了可能再复制。马开啊，喊歪来啊！系啊。
因股票啊，张做咧买药的事啦，哪有发出更多没有的去啊？先生，俺没钱。阿爸，阿妹，就算你也没有救上啊，也剩半条命啊。算了啦，你假使爱没有哈，过休一条就好了啊。俺无的啦，走出就是一个世界，这人会着叫我带，其他人叫我发图，叫我衰我，俺做去，俺无的要人没有的，俺做去啦。阿妹，先生啊，歹势啦，俺没钱啦，我用来处理哦，凊彩你啦。阿爸，阿敏，我叫诶。阿爸，你做唔得无救去啦，走出，今日还是有个朋友诶，走出。古先生，就一只小动物这么困难吗？为了孩子的下一餐啊，我要留点本，顾不了一只猫了。反正不就是一只动物嘛，小孩子难过几天啊就会忘记了。古阿明他不会忘记的，招财对他来说像亲人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郭老师啊，你真的很爱管闲事。我爱管闲事是因为我感同身受。我小的时候，父母每天都很忙，不陪在我身边，是宠物陪我一起长大的。招财对阿明来说像古茶妹是一样的，你这样借此不就不会太残忍了？就会请来麻烦。先生啊，拜托你啊，想办法，老两上没有以后啊。哦，那我请你了。阿爸，什么你？乖。什么你？你在笑什么啊？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觉得我过得很充实。你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严格说来，我其实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我以前从来不会去想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什么，可是我现在啊，看到别人很快乐，我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快乐起来。我也开始知道，为什么当初我的教授告诉我说我的作品里面没有感情。其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很不服气，可是我现在终于了解到，从前的我真的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。所以之前学妹说你不画图，是因为教授我这些话吗？算是吧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根本算是个逃兵。我当初到这里来，其实是为了要逃避画图的压力。所以你之前问我说，我教育的热情是什么？我根本什么也答不上来。那你现在还是个逃兵吗？我在当老师之前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教学相长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小朋友们平常带给我们的生活启示，比我们教给他们的基本教育还要多得多。你指的人应该是古阿明吧？你疼他，所以特别关注他的话。倒不会，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两回事。我一样会注意其他小朋友的话，可是我的确认为古阿明画的东西特别有趣，他好像总是有源源不绝的灵感。我觉得他是个天才。唔好唔記得咯嚇。
么了？我还有事，我们改再聊。阿姨，你出去看马街啊？哇，前面该讲什么？很像喺林冲书的用语呢。喂，林雪芬搞谁来朋友？哇，你怕太新闻哦。该谁来？看来还未做定呢。俺老豆，哎，哪了嘞？出来去买个贵手菜，食材。你都不好，都好。阿妹老二可以听一天太新闻哦。你的阿妹，卡杜鲁峰看到马街么？哪个啊？我看到林雪文好多要飞啊！要飞？老马谁要飞啊？当然是谁啦呀！哥哥、臭臭、请私们当然到，非做得喽。真闹！嘿呀，嘿暗顿你老，想唔到俺女婿的谁来，出本期先抢走。不过俺也好啦，最起码本年底佢搞到马家用的男朋友，俺就请一只比佢还那好的、还那优秀的。俺王家老系林崇书系死对头，所以俺王家不管做马家事情，都做唔得输本林家。先生咯，没强用。阿妹，你妈该是做得比，两种事情就买比嘞，好吗？嘿，两个终身太师呢，非比不可。你最后连佢做马街耶，马街 TV、马街背景都老阿妹讲，阿妹一听老二唱一啥，比佢还那优秀诶。错啦，你最后连佢拿几多聘金都老阿妹讲哈。阿妹一听老二唱一啥，比佢还那有才力嘞。一听歪老二，刚到比林雪芬还那有面子。记得哥。公公秀才路，骑拍马归连通，连通杯中韭菜花给亲家门前。
小菜，我叫富裕奶奶。小菜，我叫富裕奶奶。正然是已經昂來嘅啦。您不要这么宿命论嘛。如果您愿意做一点改变，学习一些新东西，可能可以改善您现状。假是想要改变福卡的生活，係唔係我要改變我的做法呢？唔錯，我今日會去來跳跳啊！來聽你去散步，跳跳啊，真沒有精神哦。阿咪，早睡上去看一下啦，你唔好吵佢，要等佢有一本其實。阿姐，什麼嘢？小菜，我是有嘅哦。小菜，我是有嘅啦，我是有嘅，咁樣好哦。來，你倒就好嘞。古茶妹，古阿米，老師，你怎麼來了？我来看招财的啊，怎么样？他好一点没有？他早上有喵喵叫哦，刚才吃了一些药。那就代表他快康复啦，对不对，招财？林老師，你怎么来了？這麼巧你也來啦？老師，你們是不是在約會啊？你們好能講法啦！郭老師、林老師，你們都來了。古先，我正好有事要請教你們呢，裡面坐嘛。好。所以您真的要用网络行销了吗？我昨天想了一夜，觉得自己很惭愧，做了这么多年的工，还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那么糟糕，就连招财快死了，也没有钱去医他。自己想想啊，也许真该换个方法做做看啊。郭老师啊，我这个人比较笨，以后请老师多费心啊。别这么说了，其实你有心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可是我要先跟您说明，就是网络行销呢，并不是一时之间可以看得到成果的，还需要一些完整的规划，并且要有固定的消费族群。啊，这些细节的部分，我有空再跟你说明就好了。那电脑跟一些费用该怎么算呢？我那边还有一台旧的电脑，我想就先借您使用。至于其他的费用，就用茶叶来抵消好了啦。不行不行，怎么可以让郭老师又出钱又出力的呢？那我跟你买茶叶就算便宜一点嘛。这样不好啦。顾先生，你就顺着郭老师的心意嘛，他帮助你，他也得到一份快乐，你们等于是互相互惠啊。是啊，古先生，这个意见是我提出来的，到底能不能成功，其实我还没有把握。我想这样好了，等到时候您的茶叶卖得好了，有盈余了，
我们再来算费用嘛。好吧，那我就先领郭老师这份好意了。不过您放心啦，以后我会加倍奉还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作业吧。我首先要帮你做一些网页的设计，网页设计的部分我还可以，可是像文字设计的部分，林老师，你可以帮忙吗？交给我吧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去打个电话请教我朋友一些问题。谢谢啊，请坐，请坐。林先生啊，伊人的天数按样做对无？你迄次牙刷盖封面黑冇？系啊，伊人的天数设计有诶无诶，确实有赚钱，对牙齿无乜个好处诶。你对佢运用版交代啊，叫佢骂嘢无？唔会啦，你系两回事。你还有调查迄牙刷查冲卖给，你个网络行销卖得好，查冲要有面子啊。佢也真欢喜眼捞你天数。按样就好啦，沈凤仪哈。去到那做嘛该啊？我找翁秀芝老师。你是哪妹做嘛该？是翁妈妈你好，我是翁老师的同事，他昨天脚受伤了，我想看他有没有好一点。你用位弟弟脚受伤，你错本意，老弟向他出去哦。我们昨天一起拜访一位学生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马健。去哦，我落去问迄个马该事情。迄个，哎，我陪有人来看你哦。谁来还是谁妹？谁来啊？伊讲，初本日老二叫我去拜访学生诶。嘿，马健，你还老得骂啥呢？你莫偷偷老去交往吧。拜托，阿妹，干嘛按凊彩好无？迄个唔爱交男朋友嘅吧？天少会突本年款，第二年可以后，俺再买来去交无？安做错嘞。该马先生，你哈去都无爱娘家晒啦？很几转去啊？哈？哦，天气暗夜嘞，人家专程来看你，很记落来啉杯茶咩？有咩系很记来嘅？再讲，假使你好，无很记转去嘅吧？佢安排出去无假无啥。无假无啥。好，爱啲，爱呀，唱几招，夹，好，应该来无啊？无应该来做啊？翁老师还在睡觉。很是很红，我爱看你啊，还你先转你好嘞。喂，你做嘛该健康直播？你唔相信我咩？不是啦，如果他在休息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走来了。对了，这束花，请你帮我转交给翁老师，好不好？
小凤，看来还未做到，你家境好。虽然还中意你，我很想达成你的希望，可是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。对不起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，可是我对你没有感觉。今年秋意不会酒窝，北风落，人又唱，一杯酒出送你送。